個城，一定要拉到 Johnny 黃牛家產。如果邊個阻到我，天王都冇面地。我唔想你兩兄弟大咗仲玩呢種遊戲。佢有勇氣去改過，點解你冇勇氣接受佢？佢同一般職業殺手有啲唔同，佢頭腦好冷靜，夠機智，佢對人好有心。